累了，不跳了。你们都在喝酒呢，我也要喝。来啊，一起吧。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你们每个人都有酒喝，就我没有。你不许喝。好好好，姐姐不喝了，姐姐陪你喝蜜水啊。来。我说妹妹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斗鸡场去了，还带个小丫头？还不是魏婴那个家伙，嘴上说得好，可私底下根本就是是非不分，逼着我跟人家道歉不说，还抢了我的钱袋，那可是我全部的我全部的家当。王八蛋！气死我！欺负我妹子，我找他算账去！哎，行了，快坐下，用不着你帮我出头，我躲着他就是了。哎，行了，咱们喝酒，不提那个烂人。来，干！妹子，哥哥以前就劝过你，别老跟那个魏婴混在一起啊！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呀，没钱了找哥哥呀，拿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我不能要你的钱，再说我今天挣钱了，快收着啊！朋友有通义之财，是不是？你要是认我这个哥哥，你就拿着啊，拿着。那好吧，这次我收一半，等下次我有好东西啊，我也分你一半。这才是我的好妹子。来，喝酒。来。你和魏将军的事儿啊，我都听阿玲说了。他又多嘴。你先别多心，那我们先说正事儿吧。按道理呢，我不该替魏将军说话的。不过刚才看你对大将军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所以呢，我多句嘴。这魏将军啊，之所以骂你又抢你的钱，其实啊是在帮你。帮我？阿玲没有告诉我你过不去的那个姑娘到底是谁，但我听说她有做大官的爹，在京城的势力也不小。像我们这些平头百姓，得罪了她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你看看我们这些做青楼生意的，有时候碰到些挑刺儿的客人，妈妈们不管3七21，就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。客人们出了气，也就不会再找麻烦了。难道他故意骂我，是为了帮我？你仔细想想，那个人走了以后，他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叫我别介意。他说其实，哎，我还打了他2掌，用了全身最大的劲儿呢。多谢你啊，阿月姐，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我得赶紧找他去了，我走了，谢谢。哎，师傅，我们去哪儿啊？你别管了，你记住啊，以后我的事儿不能跟别人说，知道吗？什么掐头去尾换名字的都不可以说，听懂了吗？我那不是一时气不过吗？总之，只要是关于我的事儿就不能说，自个儿先回家啊。对了，阿离啊，今天在这喝酒的事儿也不能提，知道吗？哎，师傅。哟，这不是小师妹吗？谁是你师妹啊？你是姚娟的小师妹，也是魏婴的小师妹，怎么就不能是我的小师妹呢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把人打得旧伤复发，还问我为什么在这儿？他旧伤复发了，伤在哪儿？重不重啊？哎呦，床都下不了了，你说严不严重啊？让开！哎，姐夫，我是不是把你打伤了？啊，伤在哪儿？重不重啊？我没事。我记得我没使多大劲儿，你是不是肋骨断了？给我看看。哎，我真的没事。怎么没事啊？伤得严不严重啊？哎呀，你到底伤哪儿了？哟，我不过来晚了一步，这衣服也脱了，床也上了。哎呦，可真够快的呀！不许胡说！你到底伤哪儿了？肋骨断了是不是？阿叔，你先起来吧。你到底伤哪儿了？你疼不疼？你让我看看。我不疼，我真的没事儿。那你干嘛跟我说他下不来床啊？你一下把人推倒在地上，他腿上被流扣砍到的旧伤正好撞在了台阶上，当然下不了床了。
怎么，不相信啊？你自己亲眼看看呗。霍恒，哼，好，我就是报复他一下。谁让他老帮着姚娟躲着我？好啊，你居然敢耍我！霍恒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好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说私房话了，慢慢聊吧。阿叔，你是个女孩子，以后不能这么莽撞了。男人的衣服是不能随便掀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刚才不是着急吗？再说了，草原上的人哪有那么多讲究？你又是我姐夫，就算是我，那也不能随便掀衣裳。你是做老师的人，一言一行都有人瞧着，这种小节做不好，很容易被人议论的。嗯，知道了。姐夫，阿叔，给我倒杯水吧。好。阿叔，你手受伤了？没事儿，连皮都没破。疼不疼？早就不疼了。对不起。姐夫，你快喝水吧。别睡了，阿叔妹妹早走了，快起来，把这醒酒汤喝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？啥时候走的？半个时辰之前吧。又忘了问他到底住哪儿了。回头我再去问那小丫头。哟，还哥哥妹妹的呢。我瞧着你对人家真的动心了吧？没有啊。再怎么着，我也不会忘了我们的阿月，是不是？少来，跟我你还不说实话。瞧瞧，对不起啊，我太笨了。那会儿我居然没想到你是在帮我，还把你伤成这样。不关你的事，我只是旧伤发作而已。再说，你不是也受伤了吗？我们就算扯平好了。这怎么能算扯平呢？我的手只是小伤，可你现在都下不了地了。快坐。都怪我太笨了，我要是但凡聪明一点，你就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好了，别说了。阿叔，看着我，你叫我姐夫，对不对？既然如此，我就是你的亲人，亲人之间何必那么客气？你只要听话一点，做事情不要冲动，这点小伤，算什么？可是，以后要学着相信我，君子一言九鼎。我答应过你的，就一定会遵守承诺。是。你反应很快，这是好事，但什么事情都反应太快，就难免冲动。人不能像羊一样，打一鞭就叫一声。下一回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先深呼吸3、5次，再做决定。好。刘晏找人打你，是他不对，但他毕竟是中山王府的公主，中山王一向护短。他要是真的对你怀恨在心，暗中给你下什么绊子，只怕到时候连太后都护不住你。明白了。你罚他走路的事儿，今天由我做和事佬，按理说也就到此结束了。过2天，我再去敲打一下他的哥哥，以后就算他对你还有怨气，中山王也不会对你怎么样。明天你进宫，看到刘晏，要当做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既不用敬着他，也不用针对他。有些朽木注定是没办法成材的，你再怎么教，都是白费力气。我知道了。今天你怎么那么听话？难怪老霍那家伙说，女人啊，最吃苦肉计这一套。什么苦肉计啊？你明明是真心对我好，我又不是瞎子笨蛋，哪能再不识好歹啊？
这就对了。要是你能真正记住这次教训，我哪怕再伤一次，也是值得的。呸！你不要胡说！你呀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，长命百岁，不然阿轩姐一定会找我算账的。姐夫，我不是故意要听你痛楚的，可是按我们草原上的说法，亲人们要是去了，伤心归伤心，可是我们活着的人，还是要该笑就笑，该乐就乐，更不要避讳提他们的名字。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就像现在，我就能感觉到，爹和娘就在我身边，他们就在这儿。我能听到他们的呼吸，听到他们说：“阿叔，你又闯祸了。”姐夫，我知道一提阿轩姐，你肯定特别难过。可是阿轩姐在天有灵，天天看到你因为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她肯定也不会开心的，对吧？姐夫，我记得姚师姐以前跟我说过，说你以前也是很爱笑、很爱闹的，对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确实不应该避讳提到她的名字。真的？你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吧？当然，你比刚进宫那会儿要有分寸多了。不过，以后你还得多多努力。你不是想重新当上女傅吗？那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是想通过傅士们的考核，单靠讲《山海经》是不够的，还得多在四书五经上下点功夫。姐夫，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吧。好啊，只要你有空了，可以来这儿找我，或者去公学。对了，姐夫，你能帮我找一本叫《西域记》的书吗？姐夫，你不用送了，赶紧回去好好歇着吧。没事，小心啊。躺了几个时辰了，也该起来活动了。再说，你都特意跑来看我了，我还能不送送你吗？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过2天我再来看你。不用过2天，最多后天，我的脚伤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去公学上课了。姐夫，你是因为腿上的伤才不当武将的吗？也算，其实是因为有人想弹劾我。你很苦恼？对，但是比不上救不了你阿轩姐的痛。好了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马车已经在外面等你了。洛阳城不比草原，女孩子家还是注意一点好。多谢姐夫。他说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从来不曾离开过。可是阿轩，为什么我一直感觉不到你在我身边？连梦里，你都不曾出现过。早啊！哎，你们知道这个？你们才来啊？好久了。不知道啊。就是说。怎么想啊？来，班女傅早。早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？跟我来，走。哎，干嘛呀？看，哎，这哪来的斗鸡呀？哎呀，还能从哪儿来呀？我才刚一到这儿，邓大将军就把我给拦住了，非让我把它给你。还有这个，让我把这封信给你。偏偏我姐就站我旁边，弄得我差点就说不清楚我昨天跟你去哪儿了。你没告诉他我是谁吧？当然没有了，我怎么会说呢？我呀就说你只是一个商贩的侄女，要不然他早就冲过来了。聪明，跟师傅学的。妹子，妹子，喝酒喝得好好的，你怎么能抛下哥哥不声不响的就走了呢？哎，哥哥真是伤心死了。不过呢，哥哥想起你昨天说自个儿被恶女人和魏婴欺负的可怜的样子，一点精气神都没了，实在是心痛。本来想送你一件宝贝，让你宽宽心的，后来呢，挑来挑去，还是挑中了这只斗鸡。眼熟吧？没错，这就是那只金将军的兄弟。以后啊，咱们得活得像这只斗鸡一样，
威风爽快，想咬谁就咬谁。啊，对了，画像我全都撕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我让小丫头带话，约你出来喝酒，你可得答应啊。行，你告诉他，信我收了，鸡我也收了，只是我是个外族人，不识字儿，看不懂他在说什么。记住啦，千万要这么说。好。呀，师傅，这是你的鸡吗？哇，它可真神气。这鸡是挺好的啊。可是你为什么把它带到内学堂里来啊？那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讲毛师弟鸡鸣这一章，所以我带他来给大伙瞧瞧，长长见识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鸡呢。哎呀，上课了，把笼子放这儿，进去吧。走吧。哎，可是师傅，就把它放在这儿啊，这笼子这么小，它在这儿会不会闷啊？这样吧，你把笼子打开。锦书，锦书，来，你把后院关紧了，千万别让这只鸡去祸害萱草，也别让它进内学堂。喂，走吧。叫了，它真的叫了。休息的时候再跟它玩，现在上课了，走吧。啊，好，走吧，走。快点啊！快！都坐好，开始上课了。今天姚女妇去太学院领书了，所以还是由我来给大家讲毛诗。好了，现在把竹简翻到鸡鸣那一节。谁把虫子放在这儿的？咱们内学堂花草树木这么多，随便掉一只下来也很正常呀。你当我是谁啊？会怕这些小破虫子吗？别怕，别怕！哼，有些人啊，拿这种小把戏来吓唬你，还真是……对不住，班大人，这只鸡看到屋里扔出来的虫子，一下子就扑了过来，奴婢们实在是拦不住啊。没事儿，不用拦，让它慢慢的吃，正好让某些人看一看，什么叫做一物降一物。没事的，锦书，你出去吧。喂，哎呦，某些人的心眼儿啊，比那针眼儿还小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姐，你跟我说那叫什么来着？哦，恶人自有天收拾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安言姐，小心你的脚。我说什么了？我又没有说你，你那么激动干嘛呀？阿玲，你少说两句。我说错了吗？安言姐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师傅像是怕这种东西的人吗？好了，鸡也来了，咱们接着讲鸡鸣吧。都坐好了，回去。哼，鸡既鸣矣，朝既迎矣。可能别人会告诉你们，这首鸡鸣讲的是贤妃如何劝诫皇上赶紧上朝忙于政务的事。其实呢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男人赖着不肯起床，他老婆催他起床的事儿。轻点儿，不知道我脚痛啊。喂，阿燕，怎么走个路伤成这个样子？要是让父王知道了，非笑话你是个面人不可。王兄，我都被欺负了，你还笑话我？好了，前因后果我都知道了。那么多女孩都没事儿，怎么就你受伤了？还不是因为你爱美不肯穿马履？我堂堂北乡公主，为什么要穿那么难看的马履？再说了，班叔那是故意整我的。阿燕，我不许你这么说班女妇。班女妇是班家的嫡女，就是魏师傅的师妹。上次我还见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又怎么会欺负你呢？再说了，
学东西哪有不受苦的？魏师傅教我们骑射的时候，射不准靶子，还得罚蹲马步呢。王兄，王兄，我都受伤了，而且我是你妹妹，你就不能替我说话吗？公主是千金之躯，自然跟我们这些粗壮之人没法相比。末将存有一些上好的草药，一会儿我就派人送过来。我保证公主吃了之后一点伤疤都不会留。还是白将军会说话，我不理你了。这个白将军倒还算机灵，知道讨好本公主。他最近在朝里风评不好，也不受邓大将军待见，可不得自找门路吗？不受待见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是因为跟兰台令史家没有结成亲那事儿。哦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？哎，你马上悄悄的去把那个白将军给我请过来。喂。江陵，你敢帮着班叔跟我作对？哼，到时候有你们姐妹俩好瞧的。公主，白将军到了，进来。参见公主。白将军，有些事情想要请你。你们几个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快去吧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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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你们找谁啊？我是白将军府上的管家。上回我们家老爷吃了暗亏，退了你们家大小姐亲。可再怎么说，你家也是兰台令史府上吧？怎么一点廉耻都没有啊？退了亲还赖着聘礼不放。谁赖着你家聘礼不放了？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啊？好，小丫头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总之，我们家老爷说了，限你们家3天之内把聘礼还到白府上，不然咱京兆尹衙门见。我们走。你们别随便诬赖人啊！女儿不守妇道，当爹的也贪心贪财，这都什么人呢？这是！不许你们胡说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这几天呀，听好多人都跟我说，这江府的大小姐呀，差点就嫁给白将军做将军夫人了。可是临到头来呀，人家居然发现她是个破鞋。你们，你说有谁愿意给自己头上戴绿帽子啊？难怪人家要退婚了。你们给我闭嘴！知道是什么你们就瞎说，谁让你们说我姐姐了？滚！滚！都给我滚！哎呀，做出这种事儿还不让人家说呢！哎，等等，白将军，你为什么要到处造谣，说我们家阿秀不守妇道？明明是你来我们家提亲的，现在你又到我府上退亲。江大人，这些事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只怨我当初是瞎了眼。好吧，念在你我同朝为官的份上，聘礼就算了吧。哎，白将军，你不能走，你跟大家说清楚，你怎么就瞎了眼？我家阿秀到底做了什么坏事？你这样羞辱她！哎呀，江大人，你说，难道真让我说出口吗？啊，你家女儿为什么跳河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去！白将军，你不能走啊！白将军，霍大人，我家阿秀清真自守的，绝对不会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。是他污蔑我们家。我去找那个老混账！不许去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叫你不要管我的事儿，对吧？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现在害得爹这样，害得全京城的人都在瞧我们家的笑话。你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阿兄，你要骂就骂我吧，不怪阿玲，她也是不愿意你嫁过去遭罪啊。是啊，那个白将军那么恶毒的谣言都能编造得出来，如果你嫁过去了，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呢。老天爷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这眼看刚过了几天太平日子，像这种失了贞的女人，又混到咱们内学堂来，真是丢脸。
我倒觉得阿秀是被冤枉的。上回李府酒宴的事，我也听我哥哥说过。反正啊，连邓大将军都帮着江家说话了，我就觉得肯定是那个白将军丢了脸面，恼羞成怒，才乱诬赖人。维喜公主，邓大将军也算是你的舅舅，你觉得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觉着阿秀也挺可怜的。再说，就算他那个了，这也没什么嘛。我姑姑还有我大姑姑，都是在出嫁之前就有好几个情郎了。真的，当公主就是好。好好瞧瞧他那副丧家之犬的样子，敢当班叔的跟屁虫，这就是下场。怎么办？阿秀虽然回家去了，可是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快就平息下来的。阿秀脸皮又薄，会不会？不会的，他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这一回他肯定会比上次更坚强的。可是我也觉得奇怪，上次明明邓大将军出面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，你说那个白老头怎么会冒着得罪顶头上司的风险，把这件事情又给掀出来了呢？没错，就1、2天的功夫，这事情就在宫里宫外传遍了，而且全部都是说阿秀坏话的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不行，我得找那个白老头算账去。哎，可不行，你不能冲动。对，我不能冲动。我答应过姐夫，无论做什么事之前，都要先深呼吸，冷静下来再说。咱们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白老头会突然把这件事情挑起来？帮他到处传流言的人又到底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这样，师姐，咱们分头想办法。你去查查这流言是从哪儿出来的，我去跟踪白老头，他肯定会露出马脚的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用力啊！哎，你们好好练，帮我盯着，喂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要找你帮忙。宫里好多宫女和小黄门，他们都在胡乱议论阿秀的事。你让我加强宫里的巡查，凡是私传流言者，严惩不贷，还要我查出幕后的主使是谁。你这是公器私用啊，杨女妇，你是教书育人的老师，平常就这么教学生的啊？喂，你到底帮不帮忙？你要不帮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嘿，你还准备理我呀？你要不帮我，我就去找邓大将军。着什么急呀？我又没说不帮你。不过，我要是帮了你的忙，你以后不许不理我了。还有，以后不许在门口偷听我说话，生气了要听我解释。还有，以后还得每天给我送汤过来。不好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就得寸进尺了，想不想帮你学生啊？这个就先当利息了啊！别忘了我的鸡汤。你别那么伤心了，是爹没用，斗不过那个老混账。不过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我们记着先贤的教导，只要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就算有些流言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女儿知道。是啊，姐姐，这些事啊，你也别放在心上了。过2天就没什么人议论了。反正只要阿成哥相信你，你还怕什么呀？没错，阿成是个好孩子。等他年底从细柳营调回京城来，我就给你们主持亲事。老爷、小姐，宋校尉在府外求见。阿成哥，阿成，是阿成，阿成。
阿成，哎，阿成，你怎么突然就回京了？我简直都不敢相信。你不知道，这2天我受了多大的苦。阿秀，我这次赶回京城，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和别人定过亲？难道是真的？难道你真的和他们说的一样？你已经和别人……连你也不相信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咱们1年没见了，1年没见了，一见面你就说这个，宋城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当然清楚。要不是兵营里已经议论成这样，司马大人也不会让我请假回来。阿秀，别哭了。我们俩在一起心心相印这么多年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当然清楚。可是3人成虎的典故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现在兵营里议论成这样，我只希望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一句，你有没有和白将军定过亲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宋城，难道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是别人已经说的有鼻子有眼了，说白将军已经拿了几千两银子到你家。不许欺负我姐姐！你长脑子了吗你？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！那个白老头欺负我们家，你也跟着欺负是不是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姐姐为了你受了多大的苦。好了，姐姐不哭了，我们回屋，不理这个负心薄幸的人。走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又没说错什么，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还没说错什么呢？让开，让开！你给我让开！够了！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不行吗？你们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我负心薄幸，军营里有那么多同僚都定了亲，为什么只有阿秀做出那样的事情？现在所有人都在说我戴了绿帽子，这种滋味有多难受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宋城，你再跟我说一次！阿秀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有没有和白将军定过亲？有没有收别人的聘礼？我们没有，是那个白老头自己把东西丢到我们家的，他硬逼着要娶姐姐，我姐姐从来没有答应过。果然是这样。我也是怕你知道以后担心才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打算一直不让我知道，等你做了将军夫人才告诉我？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你是要等我们宋家变成所有人的笑柄才告诉我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宋城，我从来没有招惹过白将军，这件事根本就是祸从天降啊！如果你平时做的无可挑剔的话，又怎么会有这样的麻烦？阿秀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娘？她老人家一辈子清真自守，如果她知道她未来的媳妇门风不佳，伤风败俗，爹，爹，阿秀是我女儿，容不得别人妄加议论。阿秀，是爹没有，才让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到我们家里来。对不起，江伯父，是小侄一时心急。一时心急，一时心急就可以说我女儿伤风败俗了吗？宋大人，我们江家窄门窄户的，容不下你这样的大人物。恕不远送。听见了吗？我爹说了，恕不远送。走，走，走啊你，走。好了，姐。没事。姐，外面那些人脑子不清楚，乱说闲话，怎么你们也跟着说呀？别忘了阿秀可是你们同学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他
过来了。师傅，阿玲，你们来了，还有脸跑到内学堂来啊？昨天呀，有一个男人跑到他家里去，指着他的鼻子说他给自个儿戴绿帽子。你不要，刘晏，有些话我劝你还是少说为好。没看见刚才霍将军还带走了几个嚼舌根的宫女吗？你是公主，更应该谨言慎行。我说是谁了吗？我指名道姓了吗？班主教，你这个闲事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？我刚才说的呀，是一个东市的野女人，既不关你的事儿，也不关她的事儿。住口！都快上课了，你们几个还在这干什么？快回学堂去！快走了，公主，走吧。你也别太伤心了，有些事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多谢寇女夫。我回来了。姐姐，你还是吃点东西吧。他没有来，整整2天了，他都没有来，没有道歉，没有解释。阿秀这2天怎么样了？那个傻小子还没有过来赔不是吗？不行，爹，你绝对不能把姐姐嫁到南边去。爹何尝舍得把阿秀嫁那么远？可现在阿秀的名声已经坏了，宋城那个小子至今都还没有上门来，难道我们上门去求他不成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宋城现在明明还在京城呢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。我那天就不该骂他的，哎，要不然我去找他说清楚啊！不许去，不可以去的。爹那天晚上没有打错他，爹说的对，我就该嫁得远远的。这一切都是命。谁说这都是命了？江秀，我教你那么多大道理，你是不是都听到狗肚子里去了？左一个是命，右一个也是命。要是街上突然跳出个强盗要杀你，你是不是也在原地待着任砍任杀，然后说一声反正都是命啊？师父，闭嘴，先听我说。还有你，那是你姐姐好不好？你不说护着她，还要去给那个宋城赔不是？你姐姐明明没有错好不好？你去求了她，就算她答应了，原谅了你姐姐，愿意娶了她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姐姐是不是一辈子要背这个淫贱不贞的罪名，要被她瞧不起啊？还有你，江大人，你是长辈，我本来不应该这么无礼的，可是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你一个当爹的，除了会说爹没用，还能做点什么实事吗？有人往你女儿身上泼脏水，你不豁出老命去跟她拼命，急着把阿秀嫁那么远干嘛？你是心虚了，还是心虚了？